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礼拜四，立法院将要来表决有关内地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甲相关的修法。国民党团表态会全力来阻挡，嘛要伫咧拜三来举办着最后的暗顿的这个暗会。东港会号召着民众到立法院表达诉求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昨举办着便当会，甲民进党的立委讨论了后，希望会当一致性来投票。另外，美国在台协会伫面册发文章，再一次来强调讲，这实案无问题，希望内地的议题唔通进行泛政治化的争论。进前国民党立委第二场内底等伫北来阻止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。拜四内地进口台湾9项行政命令要开始表决，国民党决定前一暝举办最后的暗顿的暗会，要联合来抗议阻挡。苏贞昌院长和民进党的立委开过便当会了后，希望会使有一致性的投票。同文法案要表决前开协调会，同一个会议室，所以我比喻那个情境，说每一个法案在讨论表决前，难免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党籍的立委，大家一定要脚步一致，社会会看见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方，共同承担，那一起决定。立法部门也做好相关因应的功课，那我们会挺过这一刻。朝野要是无共识，美国在台协会伫面册讲，美国出口台湾和其他贸易国家的所有食品拢真安全，而且符合美国国内针对食品有科学证据上悬的标准，希望避免对这个议题有伤政治化的争论。我国政治人物颐指气使的这个行为啊，就是，我们觉得我们也是不能接受，哈。即便因为美国不是我们的上国啊，执政党的立法院。真的是变成了立法局。国民党的立委无法度接受 AIT 的讲法，立法院拜四表决，朝野一定阁会有真济讨论。